这个大周日确诊的病例，一个为浙江回国的大商，伫检疫的第12天才来出现着症状，所以即摆咧查看，伊是毋是伫咧台湾住防疫旅馆的时阵去互画着的？因为这位这个浙江的大商所住迄栋检疫的旅馆，嘛有住一个为德国入境的确诊者，也毋过两个人住伫咧无共站楼。 确诊者嘛拢无踏出着房间门，所以大商去互画着的可能性较低。也毋过今年的10月，国际有一篇上新的研究，讲有2者住伫咧无共站，嘛无共铁笼仔的雪条，因为用共一个空调喂着病毒，所以这个中央空调嘛真有可能是传播病毒的凶手。 住共一栋大楼，共一个中央冷气系统，安尼敢会去画着？浙江的大商11月22入境，加11月29入境的德国的查甫人2人，11月29到12月初35天，拢住共一栋旅馆。德国这个查甫人12月初3流鼻水，去找医生，初5确诊。浙江这个大商伫初4发烧，初5采检，初8就确诊。敢是中央的冷气系统出代志？因为今年11月份，国际最新的研究。 将健康雪条甲确诊的雪条分别放顶下站，拢是开同款的中央冷气系统。结果健康的雪条嘛掉，病毒敢会对冷气里走？空调长期的接触，那如果这空调的环境里面的窗子并没有打开，并没有换气很良好的时候，经过空调传染不是不可能的啊。不过如果是空调传染的话呢，通常不会只发生2个人呐。 所以要去看看有没有别人也暴露到病毒。到底浙江大商敢是和这个德国查甫人画着的？这个感染专家就是讲，爱和证据讲话，就是验出2个人的病毒嘛，病毒为倒位来？最强的证据就是因为现在已经有2个人确诊了，比对这2个人的病毒核酸序列是不是非常的一致？如果那个人是德国入境，其实你看台商的病毒是比较像欧洲的，还是比较像大陆，也可以给你一点线索。这2个序列其实不一样，也不能代表他不是在旅馆感染的啦。不明显的感染者也进入这个旅馆了，他可能是别的房客啊。完整的疫调才能告诉我们答案呢。 完整疫情调查，就是出入的人拢总爱调查，防疫旅馆无可能卡掉电器。目前上较要紧就是引进外口的空气来循环，安尼较健康。